撒母耳记上卷第15章34节到16章13节。15章34节，撒母耳倒去拉玛，扫罗转去基比亚伊的厝。撒母耳死以前，无搁甲扫罗见面，伊为着扫罗忧伤，上主嘛因为有设立扫罗做以色列王艰苦心。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我已经气杀扫罗，无爱伊搁做以色列王。你要为着伊忧伤偌久？你用油甲角堆好满，准备出发。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。我伫伊的囝中间已经拣一个要做王。撒母耳讲：我哪通去？扫罗若听着会杀我。上主讲：你带一只母的牛仔去，讲你是要去献祭予上主。你着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。我要指示你应该做的事。我甲你指示迄个人，你着替我甲伊抹油做王。撒母耳照上主的话去做，去到伯利恒，城内的长老拢皮皮带出来迎接伊，讲：你敢是带平安来？伊讲：是带平安来。我来是要献祭予上主，恁着洁净家己，甲我做伙负祭事。撒母耳就甲亚西甲伊的囝洁净，然后请因参加祭事。因来的时，撒母耳看到以利亚，心内想：徛伫上主面前，即个一定是伊所选立的人。毋过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毋通看伊的外表身材大汉，我拣的毋是即个。上主在看，无亲像人在看。人看外表，上主看内心。后来亚西叫阿比拿达对撒母耳面前行过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嘛无拣即个。亚西搁叫沙马经过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嘛无拣即个。亚西予伊7个囝拢对撒母耳面前行过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上主拢无拣因。撒母耳搁甲亚西讲：你的囝兼拢伫遮。伊应讲：还有一个煞尾囝，伊即阵在饲羊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你找人去叫伊来，伊还未来，咱无要坐倒。亚西派人去叫伊来，伊红高赤齿，目睭有神，生做英俊。上主讲：即个就是你甲伊抹油。撒母耳就伫大笔遐的兄哥面前，用角内的油甲伊抹。对迄日起，上主的神完全支配大笔。撒母耳就出发倒去拉玛。